即係蘇聯會失敗咧，就係因為腐敗，個個諗辦法貪污，因為有權大撚晒嘛。一講政治出嚟，你冇人夠膽查。咁你話你係咪趁住機會貪污咧？有得貪就梗係貪噶啦，人個個都自私噶啦嘛，係咪？你有得享受人哋捱餓嘅時候，你唔會去同情人哋嘅。當你係有特權嘅時候，係咪啊？咁啊有特權嘅人更加離譜咯，越嚟越離譜咯。只有中國亦都一樣。好啦，咁啊呢啲人咧，當然啦，佢肯定都係咧有貪污嘅好多嘢，好腐敗嘅。咁啊，估計咧亦都係點解會穿煲咧？就係啲錢派得唔勻，黑錢嘅嘢好難派得勻嘅，大家要明白啦。唔好話黑錢啊，乾淨錢都未必派得勻啊，何況黑錢啊？你一間公司都唔係做到個個想法分明啦，係咪啊？所以一定派唔勻嘅，每一樣嘅利益一定派唔勻嘅，尤其是黑社會啦，尤其是呢啲咁嘅貪污網絡啦，係嘛，間諜網啊、情報系統咧，中間有啲人可能因為一單嘢啊，我分得太少，我唔忿氣，結果就穿煲，就東窗事發。